这风扇。表出慈悲，成道功，问道功。好。坐下。就是哈，现在就昨天哈，都已经那个哈，咱点来说，真正用足个功夫认真咧准备啦，无感觉吼受益良多，感觉不虚此行安尼，以早吼听，咱讲负责人咧讲金刚经有讲到五蕴皆空的吼。就心经咧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犹如是。即摆就要送，甲地位啊悬，甲法面讲说受空不异，受空不异，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不异，不异的，不二了哇，无简单，安尼会当做干讲话做断万言会较放下万言安尼，要学道就足专心啊伊望会当深入安尼讲到禅的境界就是觉醒大家就捌看迄文章写讲，禅只是觉醒了而已啦，禅只是觉醒了而已。觉醒，咱就讲菩提就是觉醒，菩提就是觉菩萨的自觉觉他那个成佛就爱自觉觉他，觉醒圆满自觉觉他，觉醒圆满感觉真惭愧啊！我拢无咧惊迄个无咧惊迄个伊当个人咧去练啦真惭愧。就想讲咱咧看迄佛经也是看迄佛教的卡通，讲看着就是讲，足够扫地扫甲会修甲有成果的，就是做周利盘特啦尼互我来想讲，咱太有人遐那无咩无解，迄种是咩？咱迄少年，少年在记忆遐歹毋知哩啥物文章看着讲，就是伊的精神用修甲做学问的啦。人要甲请教，拢无爱通讲啦。人要请法哩，拢足吝啬的，拢无爱通讲。毋是迄个架势大，是安怎？架势大不屑于讲毋爱通讲即咱迄梦拢无咩人讲人要请教，拢无人指导讲讲得着的就可能像周利盘特安尼周利盘特就讲，互人当作讲足无耻安尼啦记忆太歹安尼无记性所以讲要随缘啦随缘会当讲成全，会讲成全。有当时真正要讲成全还要做有勇气的我感觉真有勇气惊人咧讲修道如初成道有余惭愧足惭愧，真正无怪以早咧看人咧讲的话咧讲，修到一冬不离地，修到2冬不离地，修到几啊冬不离地，真惭愧。所以讲人的心会变化所以透过讲咱有参加班咱的心会靠伫咧道中学迄个承担学讲一心是道袂真正去想要外口的环境影响的讲会冲淡迄个道心互我足深的感受了去，感觉真正真惭愧啊！怎讲咱有出来咱就接受着讲，咱来点盘书咱伫台中离外国泰国安尼开放迄种的迄个道志迄个精神
吼，咱感受着迄种诶道心道念啦吼，有形中会当提升咱诶修道精神啦这是较真深诶感受啦咱咧讲要研究即个经啦，道断经啦认为即个迄内容真深啦以早帮严大师咧讲着啥物佛性是常讲着常还是无常啦学着多起来咧讲啦，讲佛那时候第二只看着讲非常非无常，我就开始想讲那顿讲片咧讲结果伫迄个等于甲看较详细，讲伫第一品，敢若是第一品应有品就讲着啦，应有品第二只讲着咧，迄个印宗法师啦因为伊是用读迄个涅槃经迄个就因为六祖伫迄个广东四会迄个腊人队迄个出来了后，15冬出来了后，有去广州的发圣事主持就是印宗法师当迄个印祖宗宗道印宗法师就因为迄个方法讲迄个机缘等有机会讲见着迄个印宗法师等咧论着迄个讲佛性常还是无常的意义迄个第一品就咧讲着常还是无常搁第二品顿讲经，咧论迄个是常的非常的义所以有当时考证有后壁可能有当时印象会好伊安尼所以讲透过即个学习会当搁较确认咱讲读册要有复习即个那像咱咧讲确认一下搁甲确认一下以后敢袂可能较袂好意以后敢袂讲到底是对毋对所以讲学习有即个好处啦你讲即个佛性常还是非常，当然啦，佛性是非常非无常而咱世间为要度众生要有一个，咱想讲开即个修理车的讲有咧四轮定位前轮定位要有一个定位，所以有一个常因为这世间阴阳对开所以要有一个常惭愧所以讲咱个感受有当时无法度做完整可能某一部分尔若讲有当时搁惊会讲毋对所以真惭愧讲毋对真诶来着倒有解释学有做迄个影片讲做朗读佛学词典用迄个电脑的软体咧读的佛学词典迄像迄个内容有什么起来？佛学大词典丁福宝清朝的奸贤丁的出丁的壮丁的丁的丁福宝福起来报就是迄个保护的保书啦、因书啦、因报遗书啦、因报丁福宝佛学大词典咱搜寻一下搁加一个朗读咱有当用迄个手机甲试看卖，试迄个语音助理甲试看卖咱毋知拢有识啊无啦但是迄个荧幕正下方中间圆圈咧 ，OK Google 会找一个圆圈出来，应该只会找一个圆圈出来学好就甲念 OK Google， 请让我看朗读。丁福宝佛学大词典的影片请让我看什么影片
以此类推啦吼，我咱要看什么影片拢安尼讲啊。OK Google， 请让我看什么什么什么影片，还是讲公众和领导那个影片伊就去搜寻出来，咱足紧就是会当找到迄个资料，安尼就对啦。开始善用一下。以上讲一点互咱做参考，然后有机会所在，咱多多了解，感恩，谢谢。